后来过来，有关这个立委大罢免，国民团体讲，国民党的立委叶元之甲布坤基，第一阶段要甲罢免的连署数已经达到门槛。那国民党这边以罢制罢，讲民进党的立委黄捷甲柯志杰，第一阶段罢免的连署数嘛同款达到标准咯，过年后就会上镜。那地址的部分就是照身份证填。详细写名、住址甲行程如何，基层充满罢免的气氛，大罢免的连署四界拢有。除了国民党立委叶元之，还有布坤基被国民团体点名，第一阶段连署数已经收集到法定的标准，全台经过35个国民团体发出罢免国民党立委展开串联的行动。那国民党是为了以罢制罢，嘛锁定民进党的立委，依照罢免团体表示，针对黄捷甲柯志杰第一阶段连署数已经达到标准，过年后就会上镜。我不会逃避，我会用政绩面对人民。从中国新住民朱磊提出罢免许志杰，我在立法院誓死捍卫人民罢免权，反对提高门槛。因为新一个选罢法连署需要附身份证的版本，官媒府伫2月初进前生效，嘛代表讲提早起跑的罢免团体，因收集的连署未做白工，上紧伫过年后就使开始上镜启动第一阶段的罢免。因为罢免完了，还是要再补选呐、再补选还是国民党的立委，只是从张三换成李四，他们给不委。经过了解，国民党的中央嘛定调保南委行动，包括双北、桃园、台中等执政县市，过年后将联合县市首长甲国民党的立委加配合宣传在地立委的政绩来对抗罢免。另外，民进党的立委林俊宪等人嘛收听，若是讲第一阶段罢免通过了后，第二阶段开始应该全力去拼。哪力双方各出奇招，嘛有这个罢免的烽火继续去探。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